主日3分鐘，慈悲特殊禧年專輯，慈悲面容照說。朝聖喺聖年有特殊嘅地位，因為朝聖係代表我哋每一個人喺此生嘅旅程。人生本來就係朝聖之旅，人係過客，旅途中嘅朝聖者邁向渴望嘅目的。每個人應該按自己嘅能力所及做一次朝聖，抵達喺羅馬嘅聖門，或者抵達喺世界其他地方嘅聖門。呢個係一個標記，指出慈悲係要達到嘅目標，要求奉獻同埋犧牲。願朝聖成為一股悔改嘅動力，跨過聖門，尋獲力量，去擁抱天主嘅慈悲，並且奉獻自己，以慈悲待人，正如天父慈悲咁看顧咗我哋。主耶穌向我哋講朝聖嘅步驟，以達到我哋嘅目的。唔好判斷，同埋唔好定罪。任何人如果想不受天主嘅判斷，自己就唔好判斷弟兄或者姊妹。正面啲嚟講，就係懂得接納每個人嘅長處，唔好讓我哋嘅片面判斷同埋成見傷害他人。但咁仍唔足夠，以表現慈悲。耶穌要求我哋寬恕同埋施予，我哋應該成為慈悲嘅工具，因為我哋首先獲享天主以慈悲相待。我哋應該慷慨待人，因為天主慷慨大方咁配降恩澤俾我哋。故此，如同天父滿懷慈悲係聖年嘅格言。喺慈悲之中，我哋揾到天主愛我哋嘅證據。佢完全交出自己，恆常咁，甘願咁，不求回報。我哋呼求佢，佢即刻嚟到救助。我哋所呼求嘅救助，已經係天主向我哋施予慈悲嘅第一步。當我哋軟弱嘅時候，天主嚟到救助我哋。當我哋被天主嘅憐憫所觸動，我哋對待他人亦都會更加憐憫寬大。喺呢個聖年，我哋期盼獲得向生活喺社會最邊緣人士開放心懷嘅經驗。喺呢個禧年之中，教會奉召要去治療嗰啲創傷，以慰藉之由舒緩，以慈悲包紮，以精誠團結同埋不懈嘅關懷醫治。我哋唔可以流於貶抑人性嘅無動於衷，或者一成不變嘅日常任務，導致我哋發現唔到新嘅事物。我哋要抗拒嗰啲只知破壞嘅憤世嫉俗心態。我哋要張開眼睛，睇到世界嘅不幸，睇到弟兄姊妹因尊嚴被漠視所受嘅傷痛。我哋要走到佢哋當中，支持佢哋，使佢哋因我哋嘅臨在，我哋嘅友誼，我哋嘅手足之情而感到溫暖。願佢哋嘅呼喊成為我哋嘅呼喊。我哋要重新發現呢啲形哀經：飢者食之，渴者飲之，裸者衣之，收留女人，照顧病人，探望囚者，埋葬死者。但亦唔好忘記神哀經：解人疑惑，教導愚蒙，勸人悔改，安慰憂苦，赦人侮辱，忍耐磨難，為生者死者祈求。主以下呢一番說話將會成為審判我哋嘅準則。我哋有冇
給飢者食，渴者飲，裸者衣，花時間陪伴病人同埋坐監嘅人。我哋唔好忘記聖十字若望嘅話，當我們預備離開此世時，我們要接受審判，愛是審判的基礎。主耶穌基督，你教導我哋要如同天父滿懷慈悲，你教導我哋睇見你就係睇見天父，請向我哋顯示你嘅面容，好讓我哋得救。請派遣你嘅聖神為我哋傅油，好能聖化我哋每一個人。願慈悲禧憐成為上主廣施恩寵之年。